普羅價值，全民政治。My Radio 2012。Say and 城市再論壇。哇！乜講得咁水皮㗎？等我講啦。城市再論壇，逢星期三晚10點，時間不變，繼續有我聲薛醫生、馬草黎、劉墉，仲有火爆叮當嚴達明，拔萃師兄繼續發聲。捍衛社會公義，發揮民眾力量，人民力量。主持：陳偉業。好，人民力量嘅節目又同大家見面，今日好高興啦，請咗阿吳志森，即係先生啊，咁大家即係傾傾啊。咁啊，吳志森唔使介紹噶啦，即係其實喂，你喺呢一個嘅文字咧，即係報紙啦，喺電台啦、電視台啦。喂，你三棲嘅喎，好勁嘅喎，跨媒體啊，跨媒體，即係阿曾蔭權就海陸空大貪污，你係即係報紙、電台、電視台喺香港嚟講係較少有嘅喎。其實而家都冇乜所謂嘅，大家知道有互聯網發達啦。咁你喺報紙寫嘢，喺電台講嘢，咁你講嘢咁自然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嚇，咁又有嘢拍埋你咁樣，咁然後就上埋網咁。又冇見埋樣咁，但係呢個就係互聯網個層次咧，層面咧，就如果傳統嘅媒體咧，都好似你話真係比較少。過去較少見嘅。比較少。當然毓民有一段時間即係都係三棲啦，咁但係就佢冇你咁多元化喎，你做埋嗰個頭條新聞，嗰個真係深入民心喎！我最近攞獎喎，係啊，最近攞個獎，好犀利喎！最近攞個叫做全球至 like 嘅喎嚇，咁其實就好簡單啫，就將佢喺網上邊做一個類似調查咁樣啦，即係有幾廿個節目擺喺度，咁然後就你覺得 like 嘅，咁就 click 個 like 咁樣。文説咧，我冇辦法證實啦。文説咧唔單止係香港嘅。文説就比較多嘅係內地嘅，佢哋翻牆去睇呢個節目，翻牆去 Facebook 俾個 like 嚇。乜第日你要將佢轉，第日做一個節目特登係普通話嘅嘢。唔使啊，因為有字幕㗎嘛。有字幕㗎嘛嚇。可能廣東話啲人特別感覺到親切感喎，真係。佢睇唔明咁樣。中意聽廣東話，好似香港人就中意聽啲北姑嘅廣東話㗎。啲愛情説話。係啦。嗱，即係我睇翻你過去好多年咧，喂，其實你好早期已經喺一啲嘅刊物，我睇翻82年好似喺廣角鏡嗰陣時已經啱畢業識㗎啦，啱畢業嘅時候。係啊。啱畢業就第一份工就喺廣角鏡。喂，廣角鏡嗰陣時俾人被視為似乎有少少左傾意味。唔係少少啊，淨係一個親中刊物嚟。係咯。因為即係你好愛國喎。佢個創辦人係叫習遠輝嘛。係。習遠輝係全國政協委員嚟嘅。你係基於愛國情懷嗰陣時，嗰陣時係個火紅年代之後。好得意嘅，嗰陣時係82年啦，82年就啱啱畢業啦，咁都係叫做火紅年代啦。但係一個好唔同嘅，同即係70幾年嘅時候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嗰時香港前途談判啱啱開始，香港前途問題啱啱開始。咁就啱啱戴卓耀夫人即係撲到。係啦。嗰份刊物咧，我覺得佢喺呢個前途問題上邊係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就大家都知道嗰陣時討論就叫做民主回歸，即係我哋唔抗拒回歸㗎。不過就要民主回歸啫嘛。咁就佢即係我做編輯啦，初出茅廬咧，就係喺嗰個時代咧就結識咗好多提倡民主回歸嘅。嗰陣時就同黎乃強啦、楊森啦、楊森啊、張炳良啊，就約佢寫稿咯。嗰份刊物就係有好多呢一類提倡民主回歸嘅叫做民主派嘅人啦。斬晚30年㗎咯喎。喺度寫好多嘢。嗰陣時我都學咗好多，即係當時嘅思潮就係咁樣樣。咁我就好努力去喺嗰度學習，就約佢寫稿啊。咁自己有時候會寫埋一份啊咁樣。
但係即係眨眼30年咯，30年後今日嗰陣時講民主回歸，正式就回歸咗啦，但係冇民主咧，但係民主仍然遙不可及。係啦，但係冇民主咧嚇，即係覺得都好唏噓嘅，即係真係30年前嘅啦嘛，開始講呢個問題，即係經歷大家好多啦，咩88直選啊、07、08啦、2012啊等等，咁全部都係落空嘅。咁大家唔知道跟住嗰幾年之後，5年之後會係咩光景，係咪都係落空？我就一貫悲觀。喺咁多年嘅經歷咧。當然，即係80年代初，特別戴卓爾夫人即係去完北京之後撲低，跟住即係鄧小平一定調一國兩制，咁跟住香港開始醖釀，譬如頭先你所講民主回歸派，咁就即係支持回歸，但係要做建立個民主制度，咁跟住有一紮嘅即係英國政府嘅一啲嘅所謂漁業啦，我哋成日叫啦港英漁業啦，就話主權換治權咁，跟住傳統嘅左派就反對就真係呢個嘅真係又紅又專啦，係咪？就呢個即係熱烈呢個嘅歡迎啦。喺嗰個年代，你睇住由80年代初期逐步即係中英談判逐步嘅發展，喺呢30年裡面，即係你其實都。第一身參與好多嘅實際工作啦，喺呢個即係雜誌啦，跟住電視啦，跟住電台啦，係嘛？喺呢個過程裡面，你自己感受最深嘅有邊幾個時刻咧？感受最深就當然係64啦，呢個就一定係最深㗎啦。我諗做新聞嘅，我就唔係喺前線啦，即係我唔係喺現場要槍林彈雨採訪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喺電視台做專題。一路睇住啲學生一路睇住即係開槍咁樣，我哋每晚都要做一個專題。即係而家講起都覺得好傷感啦。大家知道，我諗每一個香港人，好似陶英年話齋，都有相同嘅感受。相同感受係咩啫？佢冇講到出嚟啊。相同感受就係對住嗰啲畫面喊咯。即使我哋做新聞嘅，一定要好冷靜。去即係面對嗰啲究竟係事實唔係事實，有個判斷都好啦。你冇辦法冷靜。情緒都好波動㗎啦，好波動㗎啦。係啊，嗰個係即係我諗我嘅傳媒生涯裏邊最覺得冇辦法忘記嘅就係呢一段時間。咁當然啦，譬如之前嘅，譬如話係呢個中英談判有好多嘅即係次嘅談判有草擬基本法嘅過程嗰啲，咁當然嗰啲又比較靜態啲嘅嘢啦。我都好投入去採訪嘅呢啲。因為畢竟都係一件大事，即係基本法點樣寫法都對日後香港呢個發展好大嘅影響。咁雖然嗰啲嘢係好悶嘅嘢嚟嘅，但係我都非常之即係努力去做呢啲咁嘅採訪。64嘅事件對好多人即係特別對呢個嘅共產政權嗰個嘅盼望期望出現好多嘅改變啦。即係你自己嗰個過程都有一定嘅。係啊，你講得啱。因為即係好似你話齋，我出嚟嘅年代做嘢嘅年代就啱啱火紅嘅年代過咗，咁就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出翻嚟，即係我哋呢啲即係留意中國事態發展嘅人係一度對成個中國嘅發展係好高嘅期望嘅。即係雖然亦都中間發生過咩民運北京之春呢個即係民主牆嘅事件等等，咁都打擊啦嚇。因為我哋喺學生年代就已經關注呢啲嘢啦嘛，都一定打擊。後來又好似發展嘅方向比較好喎，咁又有一度心存希望，即係好波動，直至到89、64，整個希望係全部幻滅晒。但喺呢個過程裡面，仍然停留或者係保持喺呢一個嘅即係傳媒嘅工作。30年裡面，好多人走晒咯。係咯，唔多啦就係。好多人走晒，佢都做公關做公關揾錢揾真銀有啲係即係離開香港啦，係咪？你去到即係加拿大去到好多都係香港啲即係老朋友、老同學咁樣啦。嗰邊嘅朋友可能多過香港。係咯，剩翻喺香港真係唔多㗎咯喎。係嘛？即係由80年代出世而家嚇，大部分退役啦已經。咁啊，我個人就咁嘅，我就做傳媒，第一日做傳媒我就已經上咗癮㗎啦。其實好醉心，即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傳媒人，係一個新聞人。咁又好似每一次轉唔同嘅機構咧，又好似都幾好玩啦，即係可以俾我有所機會發揮咁。咁我又繼續做落去。我係一個冇乜長遠計劃嘅人嚟，即係你俾我繼續做落去，我又有興趣嘅，
又都 OK 啊，揾到食啦，咁就繼續做咯。我哋係一個咁嘅人。講雜誌、電視、電台3方面或者報紙啦，你自己覺得最喜歡係邊一個媒體啊？其實我最中意寫嘢嘅。係。我中意寫嘢多過做電台，多過做電視嘅。你可能大家估唔到都唔定嚇。不過你做電視最即係啲人講個感受最深，係咪覺得嗰個最過癮啊嘛？因為普通人都覺得就你演出好似即係多啲人認得你，有多啲人識你喎。但係我係最享受係寫嘢，點解咧？寫嘢係一個最孤獨嘅工作，係我閂埋門一個人做，我係享受孤獨嘅其實，因為我係好似同緊一個 virtual 嘅，即係虛擬嘅讀者。當然我有個讀者喺度啦，但係我寫嘅時候，我好似同佢對緊話咁樣。嗰個似孤獨，但係實際又係有個群眾嘅存在嘅。咁但係呢種對話咧，我係不受干擾嘅。係。即係我做電台有個拍檔，即係有啲好難頂嘅拍檔，有啲好難頂嘅聽眾，你會受到好大嘅干擾嘅，你發揮得冇咁好嘅。你做電視當然更多限制，係嘛？畫面嘅限制、稿嘅限制、你嘅演出嘅限制。你知我唔識做戲㗎啦，係嘛？即係好表情，唔係好得㗎。你嗰個太后都幾犀利啊！咁但係寫稿咧係對我嚟講限制得最少㗎啦，我能夠發揮。但你睇翻嗰個文字嘅媒體。其實由80年代最蓬勃嘅香港，哇！啲雜誌多到黃金啲雜誌多到，無論你去到報攤揀咧，哇！嗰陣時即係又講個鏡啦，又70年代啦，又百姓啦，係嘛？仲有啊，仲有好多嘅文化新潮啦，仲有一啲係週刊嚟嘅啫，冇幾耐半年。真係唔好講老爺車嗰啲啦，係嘛？嗰啲唔好講。文化新潮係好好㗎，以前初初嘅號外啦，而家呢嗰陣時真係80年代係真係百花齊放，最黃金嘅年代嚟。即係嗰陣時即係較為親共產黨嘅有啦，較為即係呢個激進啲或者係呢個開放啲又有啦，社會派嘅有，自由主義嘅又有啦，即係較為同埋當時嗰個嘅所謂政治定位咧係好清晰嘅，即係你係邊一類型嘅信念，而嗰個雜誌個取向邊度咧，大家有個好清楚嘅定位，所以同最近嘅發展似乎係越嚟越模糊嗰個嘅意識形態。而家嘅意識形態，我唔同意係越嚟越模糊。我同意你前者就係以前嘅定位好清晰，即使係小眾嘅，佢有佢個市場喺裏邊。譬如我哋講文化新潮號外嗰陣時都係好小眾嘅刊物嚟，佢有好清楚嘅定位，佢有好清楚嘅所謂讀者嘅對象，佢能夠生存落去嘅。OK， 我哋呢啲咁嘅即係時代青年就會睇嗰啲，哇！有啲理論啊，有啲咩咁樣。但係而家咧，係好清一色嘅，幾乎份都係咁上下嘅嘢嚟嘅嚇，即係娛樂化新聞娛樂化啦，例如係Don't rock the boat 啦嚇，唔好搞亂檔啊大家嚇，即係一定要繁榮安定最緊要嚇，咁任何稍微激進啲、稍微異議啲嘅聲音係不容不下啦咁樣，娛樂至死啦，即係好多都係嚇，即係呢個係目前嘅雜誌嘅定位。以前我哋咧就覺得。我哋會能夠喺坊間嗰度選取到某啲嘅雜誌，作為我哋嘅精神食糧。今天做唔到咯，點睇得落啫？我完全睇唔落。我冇買雜誌好耐，我完全冇買好耐啦已經。今天睇唔落，因為每一份都係嗰種好，我覺得係好市儈啊、好犬儒嘅一啲所謂。呢個係基於互聯網嘅發展嘅影響為主。定係喺嗰個政治意識上，或者係群眾嘅心態嘅轉變上，而導致到呢一個即係有呢一個嘅意識形態嘅雜誌嘅沒落嘅即係情況咧？互聯網固然係一個原因啦，因為你嗰啲即係所謂小眾嘅，或者係所謂 fringe 嘅，即係所謂邊緣嘅一啲觀點，喺香港即係揾唔到一個所謂嘅市場，所謂嘅市場意思就係賺到錢嘅市場，能夠生存嘅市場，咁啊走晒互聯網咯，互聯網可以越嚟越激進咯。另一方面嘅原因就係香港係越嚟越非意識形態化嚇，大家唔去追求呢啲即係比較精準嘅討論嚇。最近喺網上面可能會討論咩，即係講咩叫法西斯啊嚇，咩叫做即係究竟講黃牆論係咪等於法西斯啊？我驚為天人啊！我好耐未見過啲咁詳盡嘅討論啦，已經。因為以前我個年代係我讀書嘅年代，我出嚟做嘢嘅初期，
大家嗰啲知識青年咧係好追求呢啲嘢嘅，即係有啲理論基礎你先可以討論到社會問題。今天嘅知識青年咧，佢嘅討論唔會喺見諸主流嘅報紙，佢會見諸喺互聯網嘅某個角落。你知互聯網係海洋嚟㗎嘛？嚇好多嘢㗎嘛，你要慢慢抽佢出嚟，然後先見得。我驚為天人就咦有篇嘢會喺網上面嚇大家流傳得咁講，去討論嚇何謂法西斯。哇！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久違了嘅事。係咯，即係已經係似乎好遙遠幾廿年之前嘅事。係啊，我哋以前喺學校係好興就討論呢啲嘢㗎嘛，攞一個社會嘅 issue 套一套西方嘅又好咩嘅哲學又好政治學或者社會學嘅理論落去，大家令到自己嘅思維會好清晰。今天大家唔興呢啲嘢，包括啲政黨在內啦，包括啲政黨絕對係絕對係冇理論基礎。係啊，呢個係香港即係政黨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嗱，咁你講翻嗰個即係講翻嗰個嘅即係傳媒嗰個參與啦。咁你由80年代開始搞雜誌，跟住就入電視台。你幾時開始進入呢一個嘅即係電台嗰個嘅廣播？幾時開始咧？其實就係應該如果數起上嚟就大概都係90年代中期先至開始嘅。或者90年代初exactly嘅時間，你要翻去查翻我自己有寫低咗一啲自己嘅零件。但係90年代頭嗰2-3年度啦，先開始嘅。咁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有人問我：喂，咁你做傳媒做咗咁耐，你有冇興趣做電台啊？咁我未做過電台嗰陣時，咁咪試下啦咁。開始做嘅時候係一個比較輕可嘅一啲雜誌式嘅節目，夜晚嘅。咁就做咗大概2年。講時事定講政治定係講人生定講乜？時事嘢，有啲民生嘅嘢，主要係民生嘅時事加民生。嗰時係商台定？商台，唔係咁政治嘅，唔係咁政治，時事加民生嘅嘢，有電話嘅嚇。即係講下啲，譬如講通脹咁啊，講。嗰時好興有拍檔㗎嘛。有㗎，嗰個拍檔叫李碧心。李碧心我諗你都識，佢係好資深嘅。好資深喎，李碧心。咁又做咗2年到就個節目就差唔多要接啦咁樣，就話我唔知啊，你知。嗰時基本上係全職定係都係？唔係全職㗎，其他夜晚做喎。夜晚做。咁後來就正式做烽煙就係大班出事。係。即係我好記得嗰個畫面即係攤血喺商台門口個畫面。咁大班出事就個監製打電話俾我，大班出事喎。你聽日翻唔翻得工啊？咁我臨危受命。突然間即係偷啖氣，好啊！唔係你驚唔驚你又會出事啊？神吉撳咗我翻去。其實我嗰陣時都冇點諗嘅，即係行過咁，即係做，因為睇到報紙嗰啲咁嘅圖片，行過都有個陰影喺度。其實真係，但係冇乜點諗，即係嗰單嘢點樣我又唔搞唔清楚咁樣。咁啊有得做咪做咯，即係亦都有少少覺得就係。我哋做新聞嘅就好似即係士兵，而家話喂叫你去嗰個係嗰個崗位咯喎，我覺得有個感覺，去到個崗位咪去嗰個崗位做咯咁樣。反正我又中意即係呢一類嘅時事嘅嘢嘅咁樣，咁就一做咗大概超過咗半年。但你同大班嘅風格好唔同㗎喎。好唔同。哇！大班2下就即係就嘣嘣聲去，跟住就2下就叫狗官㗎啦已經。好唔同，好唔同。咁我個人嘅性向嘅問題，唔係咁啊嘛，我唔係咁喎，我唔中意同人嗌交嘅。唔係你嗰種另一種嚟嘅，太後式嘅諷刺，係另一種好辛辣亦都係另一種真係好令人即係感受好深嘅一種嘅批判嘅。咁一做咗大概半年，超過咗半年啦。咁然後就港台又揾我，又叫我試下佢哋啲嘢，我又試下啦咁樣。即係際遇，我覺得好得意嘅。咁呢啲係機會嚟啦，但係逢親參與呢啲嘢，特別從事呢個嘅即係傳媒又好，廣播又好，多多少少，特別你從火紅年代成長跟住一開始就做廣播劇呢啲，即係咁即係類似根正苗紅嘅一啲嘅即係。唔係 Kelly，如果你識習遠輝嘅話，如果你識習遠輝。可能你唔識。我唔識啊。習遠輝係一個佢嘅經歷就係當年佢真係6·7暴動嘅時候係坐過監嘅。係。就因為佢係印刷商嚟。你知嗰陣時港英政府連印刷商都拉埋。印刷商都拉埋。咁但係如果你識佢呢個人咧，你知道佢係一個非常開放嘅左派。
我話俾你聽，佢七一有幾次去遊行嘅，80幾90歲人。OK， 亦都發表過好多對而家特區政府不滿嘅言論，我喺報紙睇，即係呢個舊老闆話我咁厲害嘅，仲勁過你咁滯全90歲人喎，嚇，即係所以你話係咪你想象嗰種話，喂係咪好根正苗紅嗰種啊，好文匯大公式嗰種？唔係。因為一般人嘅感覺就係你即係60年代暴動坐監嗰啲，一般都係嗰類啦。佢係好開放嘅人嚟嘅。嗱，咁但係你從事特別即係有機會喺電台做一個差唔多全職嘅職位，你多多少少有啲嘅使命感㗎嘛？如果唔係都又唔會發達嘅啫，真係。咁你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大氣電波傳播到個信息，你希望為個社會帶嚟乜嘢嘅衝擊或者係改變啊？其實大氣電波喺我做即係其實大班做鬱文做嗰個年代啦，差唔多同期嘅年代係喺個社會上面發揮好多嘅作用，好多嘅功能。最簡單嘅就係作為一個民怨嘅發泄口出氣口。即係我成日同人講，其實我係建制派嚟，我係建制。點解話我係建制派咧？我嘅工作其實係為呢個社會穩定咧係發揮咗好大嘅。即係等啲人發泄完就唔使發嬲。我哋就喺度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其實好重要，即係你個社會缺乏咗個民主制度。即係點解個社會香港係一個唔正常嘅社會嚟？唔正常嘅社會嘅原因就係我哋個政治制度咧係不能夠將嗰個市民嘅訴求正式所謂 channel 到喺一個建制裏邊，喺個建制裏邊解決咗佢。我哋政策喺資源分配做唔到嘛，即係成個議會啊，滿足到市民嘅訴求。成個政府嘅設計做唔到呢樣嘢，咁啲人好危險㗎咁做。其實對於成個社會係好危險。佢啲議會做唔到咪上街咯，上街做唔到咪暴動咯。其實好簡單。但係烽煙節目扮演咗呢個角色，啲人打電話嚟，我好記得最燥嘅年代係03年、04年、05年個年代，好燥嘅。啲人打電話嚟，真係幾乎炒一拆係咁滯。我覺得我個感覺就係佢哋鬧完、發泄完，又或者我代佢講完佢嘅心聲，佢哋真係順好多，順好多咪唔使掟石頭咯上街。其實某程度我係扮演咗呢個安定呢個社會嘅角色。即係有啲人講呢個嘅社會福利同埋社會工作有種呢個社會控制嘅含義，即係某程度上扮演呢個角色啦，係嘛？係咪應該唔做啊？都應該做啊！所以其實呢個可以係政府當年定港台嗰陣時一個嘅政治任務嚟㗎。但係佢哋忍唔住頸啊嘛，覺得你做電台又政府出公帑嘅就應該係唱讚歌，就唔應該批評㗎嘛。咁我哋呢個諗法係好傻嘅，好戇居、好愚蠢嘅諗法。嗱，呢個至於港台公司化嘅問題，喺唔同年代有唔同嘅即係諗法啦。咁其實早喺呢個港英政府嘅年代，喺80、90年代當時已經有個計劃將港台公司化，參考呢個 BBC 即係個模式啦。咁嗰陣時就好似類似頭先嗰個講法，叫停嘛，係啦，後尾就基於大陸嗰陣時中英談判一開始咧，就即刻叫停呢個港台公司化啦。因為即係我諗喺大陸佬嚟講咧，哇！你英國佬做呢個港台公司化，係咪製造一個嘅傳媒嘅陣地反共係咪？咁啊最後呢一個嘅冇咗啦。你喺商台即係接大班嗰幾個月時間咧，你同即係基於大班被斬即係嗰個嘅情況咧，咁就商台同港台嘅文化傳統都好唔同啦，係嘛？即係放好多。當時放好多啦，同家就好唔同啦。咁就即係當時嗰個嘅氣氛同埋但係啱啱有呢個嘅主權回歸啦，係嘛？回歸咗咯，係咪？啱啱差唔多段時間啦。嗰陣時已經係回歸咗。回歸咗啦。回歸初期嚟。咁你覺得嗰個回歸初期，透過呢一個大氣電波同群眾嘅接觸，當時你感覺到呢個回歸嗰個氣氛係點咧？嗰陣時咧，你知阿董個民望都相當唔錯。係。好高。佢啱啱上。唔知成70。係啊。成70㗎。好高㗎。拍得住曾蔭權。好高㗎當時。曾蔭權嘅初期。係。嗰陣時大家嘅關注都係喺民生嘅嘢多啲，
政治嘅嘢唔係。因為嗰陣時就啱啱呢個金融風暴啦，跟住又樓市負資產啦，有好多民生嘅問題，大家係有。我哋討論好多都係民生嘅嘢咁。咁但係逐漸就係講到阿董嗰個管治嘅能力啦。我好記得，譬如講阿董太係咪即係坐呢個 A1 機票嘅風波啦？我就喺我做個年代即係喺度睇。咁你有冇試上去又試下坐 A1 個位嘅感覺係點啊？我連 A1 喺邊度都唔知，上飛機都係經濟位嚟啫，我都唔知 A1 嗰位喺邊度係嘛？可能要行去廁所都唔俾我去都唔定嚇。開始我都聞到啲燶味，即係啲人對於阿董生嗰個管治啊、個表現啊，開始有啲唔係好耐煩，有啲不留情面。咁如果我哋即係特區政府聽呢啲節目嘅話咧，佢應該明發生緊啲咩事。但係我覺得即係當年嘅政府就好後知後覺㗎。即係佢對呢啲節目可能唔係太過重視，對呢啲所謂民意都唔。佢話唔聽㗎嘛，即係嗰陣時我話唔聽電台，唔睇報紙，唔睇新聞㗎嘛。因為個個都鬧佢。係嘛？咁我接嗰個初期嗰幾個月咧，就開始聞到呢啲燶味出嚟。個燶味係咩意思啊？個燶味就係覺得嗰種民怨啊，嗰個民怨係針住董建華而來，嗰個民怨咧喺嗰時已經開始冒起，03年係最高峰。嗰陣時已經開始冒起啦，咁樣。其實嗰種民怨係醖釀咗幾年嘅，即係唔係一直嘅事嚟嘅。咁但係我哋嘅特區政府真係對呢啲嘢係完全係好麻木。如果佢醒目嘅話咧，佢明白呢啲嘢其實係星星之火嚟嘅，應該可以燎原啊。但係佢似乎係唔係好醒目。嗱，咁至於呢個星星之火，即係去到之後點樣發展咧？我哋休息翻嚟咧，再同即係吳志森大家再長談呢個問題，好啊。普羅價值，全民政治。My Radio 2012。I stay and 城市再論壇。哇！乜講得咁水皮㗎？等我講啦。城市再論壇，逢星期3晚10點，時間不變。繼續有我聲線醫生馬草黎、劉墉，仲有火爆叮當嚴達明，拔萃師兄繼續發聲。捍衛社會公義，發揮民眾力量，人民力量。主持陳偉業。好，我哋人民力量第二節翻嚟，繼續同阿吳志森即係暢談呢個過去30年即係嗰個嘅香港呢個大眾傳播媒介。即係嘅所謂嘅鋭變或者係嘅改變啦，嘅墮落啦，就係一陣間會講即係啲墮落性啦，係嘛？咁我哋講咗好嗰幾年，特別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咧，其實呢啲嘅政治環境啊、社會氣候等等咁咧，係好蓬勃同埋好多方面發展啊！你都試勻晒，即係幾種即係嘅媒體亦都即係發揮一定嘅影響力。但係一踏入即係97之後，董建華做咗呢個嘅特首，咁跟住呢個即係去到呢個2003年即係呢個50萬人上街之後，跟住睇到好大個改變啦。譬如頭先你所講呢個嘅傳播媒介嘅墮落，基於呢個即係可能呢個中共開始睇到個問題嚴重性啦，係嘛？2個大炮，再加埋即係2份報紙，咁樣即係圍繞呢個特區政府咧。咁就導致到成個特區政府出現呢個管治危機，跟住就開始對傳播媒介嘅即係打壓同埋嗰個控制，控制啦。咁即係呢個你自己親歷其境啦。但你會唔會估到由當年即係基於大班毓民嘅影響力即係收緊啦，同埋明報即係跟住之後被統戰已經係歸晒邊啦。係嘛？
咁你估唔估到會發生喺以你咁溫文爾雅啊，即係喺呢個嘅電台發聲，都係為咗俾機會呢個市民呢個嘅一個發泄嘅機會，都唔係話要推冧政府，亦都冇即係好似毓民大班嗰啲咁強烈嘅批判同埋指責。你估唔估到呢一個港台即係會改變到即係咁保守同埋咁倒退嘅情況咧？我又估到又唔估到，好矛盾喎。我估到嘅咧就係因為我都觀察傳媒都好長嘅時間啦，睇個大氣候一路轉變緊。個大氣候一路即係一路墮落緊咧，一路收縮緊咧。港台好似係毓民話齋啫，冇有人事孤島啊！啲港台唔可以幸免嘅。咁呢個就我係估到嘅，即係這一天始終要嚟，呢個係我估到。我估唔到嘅就係用呢種方式，即係體面啲做得，即係技巧啲啊，令人哋好過啲啊，得唔得啊？咁大個機構，我估唔到就係呢樣嘢啫。呢個節目即係最後我冇得做咧，我認為係遲早嘅事。個大氣候因為一路轉變緊、收縮緊，呢個冇得講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即係你頭先講回歸之後，尤其是喺03年之後，大家都知道啦，即係03年之後係50萬人上街，係呢個即係北京政府對香港政策嘅一個大嘅轉彎嘅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大轉折嘅日子。即係佢覺得唔可以讓特區政府自己應付晒所有嘅嘢啦，佢要親隻手落嚟啦，包括對政制，包括對民生，包括對傳媒，特別對傳媒嗰種統戰嘅威力大到不得了。即係我知道好多報紙或者係傳媒嘅老總好頻密地被請去內地遊山玩水啦，坐三峽就快呢個壩會起你咁最後呢幾年大家一齊去上三峽嗰度睇下，唔同晒㗎啲風景咁，喺個船韞住你幾日幾夜咁就大把嘢傾啦，大魚大肉好多嘢講啦咁樣，呢啲係好頻密嘅。咁中聯辦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啦咁。而且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傳媒嘅擁有權喺呢幾年轉變得好犀利，好緊要。有好多老闆會中意買傳媒，當然亦都有個任務喺身度，亦都係同自己嘅內地嘅生意有關。與之同時咧，如果你係傳媒嘅老闆咧，受到中南海嘅禮遇咧係特別隆重嘅。如果你冇傳媒喺手咧，只不過普通嘅老闆咧，又係唔同級數嘅。即係喺啲大有錢佬嚟講咧，即係控制某啲傳媒嘅即係控股權咧，某程度上係加強佢哋中央領導人嘅對佢嘅重視嘅關係，係咪重視？係同埋亦都係錢嚟，政治呢個係政治投資嚟嘅。咁所以呢種咁嘅情況係越嚟越犀利，越嚟越嚴重，再加上回歸呢10幾年嗰個地產霸權，大家成日講地產霸權好犀利。地產霸權係意味住咩呢？即係意味住大家知道，即係除咗地產之外，我哋仲有啲超市啊、電信啊、交通工具啊、燃氣啊、電力啊等等。呢啲都係投放好多廣告喺傳媒嗰度。呢啲廣告就係傳媒嘅米飯班主嚟，係命脈嚟嘅。佢用呢個方式可以間接控制傳媒。咁嗱，呢個大家都估到啦，因為你共產黨即係能夠咁成功控制嘅社會，即係除咗軍隊之外，咁多年來由共產黨起家都係控制呢一個嘅傳媒咯，即係傳媒。咁即係其實大家係啦，其實大家都預咗呢個回歸之後，共產黨喺香港即係呢個傳媒嘅控制戰咧，必然會逐步呢個收緊同埋，即係會取得嗰個全面嘅控制權。理論上就理論上啫，實際發生咗我哋先做原來咁嘅，原來咁嘅，原來咁快嘅，原來終於嚟到啦，係嘛？因為好多時大家都估喂幾時可以做到咧咁，大家逐步都係睇到啦而家。咁但係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嗱，即係因為你香港人普遍都係支持民主㗎啦。咁你如果你嗰個傳媒喺嗰個意識形態上，喺個立場上同啲市民唔同嘅，啲市民咪唔睇唔買咯。咁你梗會有一啲支持民主嘅傳媒可以繼續生存。好微妙嘅，
佢唔會話反對民主㗎。嗰啲報紙最保守嘅報紙都唔會話反對民主㗎。不過梗係有不過㗎嘛。不過唔係呢種方式，唔係呢個時間表，唔係呢個步驟啫嘛。咁啲人就諗下係喎，唔好咁急啦，唔好咁急都可能穩妥啲喎，係嘛？當香港日漸依賴呢個大陸嘅時候，大家呢種諗法可能會越嚟越強都唔定，係嘛？即係會咁咯。咁所以要推動呢一個嘅社會嘅改變啊，即係透過傳媒。現時嗰個嘅希望已經越嚟越呢個嘅，又唔係100%係咁樣嘅，即係話你可能香港都有啲咁多希望嘅。我做呢行啊，所以我要自我麻醉自己啦。我認為都有啲空間，不過空間可能會越嚟越窄。都有啲好有心嘅新聞工作者，我認為有啲好有心嘅新聞喺客縫裏邊。想發揮咁，但係你想發揮影響力越嚟越弱啦嘛，即係你兩下夾個頭出嚟就俾人揼㗎啦嘛。會㗎，係嘛？會㗎。咁但係你又冇咗佢唔得㗎嘛？你香港冇咗傳媒係唔可以，我認為即係作為一個正常嘅社會係完全唔合格㗎嘛。你話喂，我完全100%唔信傳媒。但你睇翻呢個傳媒，香港嘅傳媒喺推動或者係喺批判政府方面咧，譬如你睇翻最近呢幾年呢個內地，譬如《南方都市報》。即係南方集團連串嘅刊物、雜誌、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喂，佢哋出嗰個刊物對嗰個時事同埋對嗰啲問題嘅分析，同埋嗰個對政府嘅鞭策，當然對中央政府嗰度係相對地有少少唔同態度啦。但係對省市政府，特別對一啲嘅時事、社會現象嗰啲嘅批判性，唔少嘅即係嘅刊物嘅出現，仲強過香港嘅喎。咁呢個你點樣解釋？大家都係嗱，你香港越嚟越倒退啦，大家睇到啦。但係冇理由倒退到一個階段係仲弱過一啲喺內地出版嘅刊物㗎嘛？你講得啱啊！內地譬如《南方報》係就好堅持去打擦邊球，所謂即係我要打個波，僅唔出界，我就唔會俾你揸到鞭子，我就唔會俾你封我間報館。佢哋敢於咁做。我哋香港咧，大部分嘅傳媒咧就係我俾個籃球場，俾個足球場你打波，你就打籃球嚇。我唔敢出界嚇。個分別就係呢一度。咁係啊，呢樣嘢係香港傳媒嘅悲哀嘅地方喺度。呢種咁嘅自我審查，其實我就睇唔到有冇人用支槍指住你個頭，叫你唔準咁做。我睇唔到，我覺得冇人用支槍指住你個頭。但係當然個報老闆。傳媒嘅老闆可能有好多自己嘅考慮，你就係叫做心領神會，知道佢諗緊啲咩嘢，然後你就自我審查去做。咁當然亦都係高薪厚祿啦，係嘛？你個老總咁樣，有啲出得起錢，可能俾幾百萬年薪你咁樣，去邊度揾啫？我哋做呢行唔會發達㗎嘛，俾幾百萬年薪你喎咁樣，啊咁你梗係恨到流口水，要繼續喺度坐定定喺度做啦咁。咁呢個就係即係風骨嘅問題，但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認為係好脆弱嘅嘢嚟，係一念之間嘅嘢嚟嘅，冇制度保障㗎嘛，冇法律㗎嘛，我哋冇法律保障。你個人企唔企得硬，就係確定咗你份報紙嘅風格，個報格係點樣。咁有時有啲主持人企得硬，個老闆企唔硬，咁即係都玩完啦。即係商台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係咪？咁你睇到即係商台變完，跟住又港台逐步收緊，咁某啲報紙又改變立場。咁你自己對香港傳媒，包括電台、電視台、報章，仲有咩期望，仲有咩嘅即係諗法咧？我期望係越嚟越細嘅。好似你話齋，佢能夠推動社會進步嘅能力，可能係同80年代比較，佢係削弱咗好多。但係我又不能不對傳媒，即係我冇辦法完全心死嘅嚇。原因就係因為我仍然喺傳媒裏面工作緊啦。我覺得我都可以喺客縫裏面發揮緊我嘅影響力啦。所謂一個正常嘅社會咧，如果全世界啲人對於傳媒完全一啲信心都冇，呢個社會真係唔正常，係唔可以咁樣。咁唯有就係有啲你會可能會令到你自己好過啲咧，就係會有啲燭光啊！你覺得呢啲嘢咧係好嘢嚟嘅喎？譬如例如即係呢一個浸大嘅民調事件嚇，即係嗰個
傳播學院嘅一個院長嗰啲傳播學嘅教授、傳播學嘅學生同埋舊生群起而攻之。咦，我覺得呢個社會仲有啲希望喎。但係你見到群眾對好多問題嘅態度同即係之前比咧，係相對地係麻木咗去減弱嘅。譬如你睇翻即係最簡單就係通過政改方案。即係當呢個嘅最早期，我唔記得05年啦，05年嘅時候，即係政府提出嘅政改方案嘅時候咧，啲群眾當初啲民主派政黨某啲係表示支持嘅，最後係群眾圍立法會，係迫使到啲民主派政黨最後投反對票。但係到即係2010年6月嗰一次，最後民主黨支持嘅政改方案已經冇群眾圍立法會啦。認命啊嘛！認命嘅原因就同中國經濟崛起好有關係。如果你要分析呢種現象，就係因為好多人覺得冇咗中國大陸，同埋呢個冇兩支大炮，冇兩支大炮都有關係啦。即係冇個電台啲主要嘅時事評論員，每日1至5不斷喺度批評，喺度即係將呢個嘅人民嘅聲音即係呢個嘅即係刺激同埋帶動嘅話咧，咁變咗政治同埋人民嘅關係係越嚟越疏離嘅。即係傳媒唔就翻一啲重大嘅政策或者重大嘅決策咧，去呢個加以呢個討論，吸引呢個嘅人民嘅關注。到立法會投票嘅時候，人民嗰個疏離感未強咯。係啊，呢個係有個因素，但係當然個大氣候都係轉變啦，呢個係關係啦。咁即係兩支大炮又唔存在啦，有啲嘢係複雜㗎嘛，冇人解俾佢聽。咁某啲報紙係小馬大幫忙啦，即係過去係否定呢啲政改方案嘅，都變咗小馬大幫忙啦。同埋即係民主派。特別民主黨嗰個嘅轉態，咁就可能令到好多市民覺得即係嗰個反對都未必有用啦。可能個大勢去咗啦，咁都係咁樣。嗱，你同民主派呢班人都相識成30年啦，你識得比我仲耐啦。係啊，都幾耐啊，但係我就冇同每一個政黨嘅關係都唔會係，我成日話係攬頭攬頸嗰隻嚟。即係我好少見面，好少一齊食飯。好少即係關係唔密切嘅。你話係可能係神交即係意識形態上比較接近但係唔係話好老友嗰啲人嚟。同每一個黨派，民主派都係咁。所以文匯大公成日都覺得我好似同呢個民主派點咩激進咩乜咁樣。如果即係問下佢哋，即係食飯可能一隻手數晒。但係有時啲言論同埋你邀請嗰啲人嗰個嘅訪問，好多時都係即係民主黨、公民黨為主㗎嘛。民主黨、公民黨咁你哋都有嘅，毓民都有。相對地少，睇下咩 issue 啦。睇咩 issue？可能我哋有人少咧。人少嘛，我哋人少啦，係啦。咁講啦，咩 issue 啦？嗱，即係你睇到即係呢30年嘅轉變啦，特別最近，自從你被封咪之後。即係更加感覺到嗰個嘅共產黨，即係嗰個操控，包括喺政治上、傳媒上，即係已經個金剛圈，即係已經逐步收緊啦。香港可以點呢？唉，呢個真係好難講，因為你主流傳媒，你對佢嘅寄望呢，即係主流傳媒係好難再寄望好多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我係其實相對溫和，從你嘅角度去睇係嘛？咁嗱，你溫和咗咁多年，但係你溫和到家俾人哋即係殺頭啦已經，都不能容忍。係咯，喺主流傳媒裏邊，你不能容忍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乜嘢然後先可以喺主流傳媒繼續生存落去咧？就唯有嘅就係親政府啦，唯有就係和稀泥啦。咁為存在而存在。係咯，唯有係白開水啦，然後先可以繼續存在啦咁。你話有咩寄望咧？咁樣我就覺得。唯一嘅寄望就係寄望每一個人自己，即係嗱，而家係一個互聯網嘅年代，其實每一個人都係一個電台嚟嘅，每一個人都係一份報紙嚟嘅，每一個人都係個記者嚟嘅。但係而家就正因為每一個人都係個記者，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報紙，每一個人都係一個電台咧，就係散到不得了，個力量係集中唔到起上嚟，咁所以產生唔到一股推動力。即係如果我哋有個互聯網能夠好好利用，能夠產生一股推動力嘅話咧，呢個威力係好大。我哋見到喺
譬如喺呢個茉莉花革命喺埃及又好，喺突尼斯又好，其實互聯網係產生好大嘅影響力嘅。內地亦都大家好努力想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呢個中共政府咁緊張就係咁解。但係我哋香港邊咧就係、利用互聯網能夠產生影響力嘅做法咧，似乎係而家暫時嚟講係各施各法，各自做自己啲嘢，產生唔到一個好大嘅同一個方向去推動。咁呢樣係比較遺憾嘅地方。我認為互聯網個威力係好大，因為太容易、太平，而且個即係群眾能夠集中嘅可能性係好高。你互聯網嘅威力係要同人民嘅憤怒同埋人民嘅行動結合㗎嘛。咁而家人民有憤怒啦嘛。咁你香港，即係頭先都講到，咦香港人似乎已經接受認命啦嘛，同埋同呢個嘅內地嘅經濟利益嘅掛鈎，係咪？因為如果你講香港人受壓迫，香港人受剝削，喂香港人好奇特㗎喎！我哋做地區工作成日接觸好多市民。喂，佢哋寧願燒炭自殺死都唔肯企出嚟嘅喎，即係香港人，真係慘啊！真係我哋經常見嗰種喺我哋面前哭訴啊，係嘛？即係最後唔係跳樓，即係今日同我傾完，我哋盡量想幫佢，係嘛？即係諗住有機會組織下一啲弱勢社群。第一，香港弱勢社群即係冇嗰種組織就係力量，群體參與就係力量呢種嘅意識嘅喎。嗱。喺內地烏坎村嘅村民喺被壓迫剝削之下，可以喺共產黨喺公安打壓之下，仍然可以組織起嚟抗爭。但係香港，即係你睇下1200人嘅小圈子選舉，民主黨、公民黨樂於參與呢個小圈子選舉，群眾又好似睇戲咁睇嘅喎，好似你呢個狼豬大戰。香港人好似即係自得其樂，係嘛？唔會覺得以為呢個制度其實對我哋嘅一個權利嘅剝削，我哋一個侮辱，狼又好豬又好選舉都好咧，我哋同我哋下一代嘅權益會繼續受影響。香港人似乎麻木咗㗎咯喎，或者已經接受咗呢個就係佢哋嘅未來。你唔啱就最多即係離開香港，即係遠走他鄉，即係已經要喺本土抗爭。呢一個咁嘅意識好似係除咗我哋人民力量或者係社民連之外，已經係唔存在。同埋呢一個所謂抗爭路線，完全俾主流傳媒，包括你老哥在內揸咪嘅時候都唔係好認同嘅喎。抗爭路線我係咪好認同？我有啲係唔認同嘅。係。我有啲係唔認同嘅，但係我唔同意抗爭係冇用，即係個分別就係咁樣。即係話抗爭嘅模式。係咪下下要衝得咁盡？下下衝得我有一次都同阿毓民講過，我要睇下群眾嘅理解嘅能力有幾高。即係如果當佢見到某啲嘅現象，佢變咗做負面嘅諗法嘅時候，呢種抗爭係達唔到嗰個效果咧，嗰個抗爭係冇意義。但係嗰個抗爭群眾睇落去負面，因為主流傳媒嘅抹黑。同埋主流傳媒嘅扭曲啫嘛，你覺得啱嘛？係嘛？如果主流傳媒唔係，譬如你繼續俾阿毓民同埋大班繼續揸住呢兩支大炮，我哋掟完蕉之後，我哋掃完場之後，呢兩支大炮繼續喺個主流傳媒幫我哋解釋同埋推波助瀾，群眾嘅反應可能係完全兩回事嘅喎。咪所以我覺得我哋要睇，因為呢樣嘢已經唔存在。係群眾冇呢兩個人去解俾佢聽發生啲咩事，咁靠你咯當時。呢個就係客觀現實啊嘛，呢個就係客觀現實。佢哋嘅接受程度係低咗啊嘛。當佢接受程度低咗嘅時候，我就要諗所謂抗爭嘅策略係點樣，即係咪都係用呢種方式咧？有時我都同佢哋講話，係咪一定係呢一種方式咧？即係咪呢一種掟完隻蕉，升完個氣球，然後就話俾你聽，我而家抗爭咗啦，就等於佢哋明咧？關鍵就係佢哋明唔明？咁仲有咩選擇？而家未明啊嘛。仲有咩選擇咧？即係如果你用共產黨嗰套方法咧，佢哋做群眾嘅工作咧係非常之細緻，佢做得好細緻。即係你講喺60年代暴動之前，工聯會可以去到每一個人嘅屋企去噓寒問暖，即係好似而家民建聯做嗰啲咁嘅嘢咁啊，解俾人聽啊，港英政府有咩唔好。
係做得好細緻嘅。喂，呢個因為佢已經掌握個政權，政權有大量嘅資源係咁做。但係你睇翻共產黨20-30年代，共產黨20-30年代起家嘅時候咧，佢嗰種嘅抗爭，你睇翻佢好多即係當年新華即係社嗰啲嘅報紙嘅新華日報好多個報導，其實同我哋批判香港政府、批判共產黨嗰個嘅論述類似嘅啫喎。20-30年代嘅處境同香港處境唔同。20-30年代真係去到一個生死存亡，連飯都冇得食個年代。共產黨受到擁護，因為國民黨嗰個貪污腐敗係比而家講呢個特區政府即係權。即係香港家仲有溫飽好多，香港家仲有溫飽。嗰陣時真係貧死啊！所以啲人覺得咁 buy 共產黨嗰套嘢係有佢個歷史背景。即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個抗爭嘅手段係要同個歷史嘅背景相結合，然後先得嘅。嗱，即係我會強調呢一樣嘢。咁你覺得喺香港，你都好熟悉個傳媒咧，都好熟悉即係群眾嗰個嘅反應咧。即係你覺得香港嘅抗爭路線點可以能夠同群眾可以即係結合？我咧就唔係搞社運嘅人咧，我係搞傳媒嘅人嚟嘅嚇。咁我哋好難俾一個即係好精準嘅答案俾你。我就同我做烽煙節目咁耐，或者我同我做傳媒咁耐，香港好似你話齋係一個好奇特嘅社會嚟。如果可能都係華人社會裏邊好有華人特色嘅一個咁嘅社會，就係咩呢？未到最後關頭，大家都唔會行出嚟，就係一個咁嘅社會。即係0371點解會有50萬人上街？大家點樣分析呢班人出嚟個原因係乜嘢？佢覺得頂唔順，佢都頂唔順董建華。喂，如果0371香港嘅群眾，如果有人領導，叫嗰50萬人唔散，佔領中環，一日唔應承有民主，我哋唔解散，你估個後果會係點咧？係解放軍入城定係點咧？解放軍入城都唔出奇，不過你叫嗰班人唔散，我認為你呢個咁嘅唔會50萬啦，可能最後得翻爭5000啦。係咯，就係咁咯。大家揾食好重要，到星期一就要翻工㗎啦。嗱，你而家搞咗個網台啦，好奀嘅嘢嚟嘅。咁你希望呢個網台嗰個發展會係點咧？其實我搞網台，成個網台個諗法係冇長遠嘅規劃嘅，係一種見步行步嘅諗法。有啲人話喂，你都停咗幾個月啦，想聽翻你嘅分析喎，咁樣聽翻你對呢啲時事嘅睇法喎，又選舉呢個特首選舉又會唔會好 miss 喺呢個咁重要嘅時候，喺狼豬大戰嘅時候，你冇咗個即係冇咗個平台俾你發揮，喺個網度做啦咁樣。但係爭好遠㗎嘛，嗰時咧喺江台。其實呢個諗法多啲咯。係咯。即係話啲人想聽翻你嘅分析喎，咁樣咁就係一個好因後就揀嘅咁樣嘅一套嘢嚟。長遠冇諗法嘅，見步行步嘅啫，睇下下一步點樣咯。做完呢個選舉之後，睇下會點咯咁樣。嗱，你話你中意寫嘢啦，會唔會就翻過去嗰30年喺呢個傳媒嗰個嘅即係差唔多同埋目睹呢個傳媒嘅改變，會寫翻本書咧？哇！要好多功夫，暫時未有呢個計劃。好多功夫。你應該我成日覺得香港即係參與即係呢一個咁重要歷史時刻，即係嘅有關人士，其實應該寫多啲著作。唔係最後就係你瓜咗之後，即係你屋企人幫你整本回憶錄咧，到時唔知即係寫成點，好似華叔咁樣樣咧，到時就將共產黨啲嘢即係全部揭露出嚟，即係你唔係共產黨黨員。梗係唔係啦？咁我今日好高興啦，同阿吳志森即係講咗30年，即係香港嘅傳媒嗰個嘅改變同埋發展，或者係倒退啦，即係用嗰個倒退係一個即係較為適合嘅描述，因為即係我自己。82年尾翻嚟香港嘅讀完書咁即係睇到呢個即係都個改變啦，咁亦都參與呢個過程裡面咧。其實傳媒嘅發展同埋政治發展係好有關係。冇錯，即係你要有健康嘅政治嘅發展咧，冇一個嘅好嘅傳媒嘅支持，或者冇一個好嘅傳媒嘅環境咧，係好困難嘅。冇錯，呢個咁所以真係好希望第日喺傳媒同埋喺我哋呢啲政治方面咧，又係有機會同阿吳志森咧多啲合作，係咪？希望可以推動
呢個香港民意嘅改變，或者香港市民嘅意識啊，即係嘅提升咧。咁啊，你30年前你希望可以香港民主回歸，我哋都好希望香港早日真係有個民主嘅制度。啊，再次多謝吳志森，咁啊，希望大家有機會再傾過，拜拜，拜拜。